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聚会，能够领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真理话语。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在主日的早晨可以一起敬拜我们的主。今天在我们当中也有泰雅尔中会、商光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敬拜。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敬拜呢，整场礼拜我们都会用华语，让他们呢更能够了解上帝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相信，无论使用什么语言，只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他必定会悦纳我们所献上的赞美祭。请我们一同用使徒信经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他从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在早晨，我们要一起用喜乐的心，向我们的主献上赞美祭。我们今天早上要用喜乐的心，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请我们大家起立，我们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从头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的信实广大，你信实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我们一起彼此问候说平安，我们一起用喜乐的心一起敬拜神。我们用喜乐的心一起来敬拜神。平安。好，我们一起再从头赞美，
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主，你的信实广大，你信实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赞美主圣名，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主，你的信实广大，你信实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一起来献上，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我们将我们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阿们。大家请坐。我们的主是圣洁公义的救主，因为他配得尊贵、荣耀和颂赞。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尽情的敬拜》，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一起来献给坐在宝座上深爱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献上对他的敬拜。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紧紧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耶稣，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紧紧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
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他对我们的爱是长阔高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们用心灵和诚实一起来敬拜他。诚实静静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我们安静来唱。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我们再次对主说，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哦，我的主，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尽情地敬拜你。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带领我们的生命能够走在你正直的道路中，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得以洁净，借着耶稣，我们得以与神连结更深。亲爱的圣灵，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用心领受你今天所要给我们的真理，用我们今天所献上的敬拜赞美，能够成为馨香的活祭，奉献在你的面前。愿你悦纳，荣耀颂赞都归于三位一体神。奉献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接下来我们继续为了几件事来祷告，为了我们的教会的圣工，为了我们教会的青年儿童，为了我们教会当中有新朋友我们的关怀，还有为了我们信徒的身心灵身体病痛来恢复来祷告。我们继续来祷告。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真神。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本是为良善的。我们歌颂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是美的，你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
你监察我们，认识我们，因为你在远处就明白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在母亲的腹中，你就造就了我们。我们谢谢你奇妙的作为，因着我们受造于你，求你常常来试验我们，考察我们心里是有不好的心思意念，引导我们能够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上，同时也帮助我们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真的是不足，在你面前我们勇于认罪，勇于悔改，重新得着生命的更新，讨你喜悦。能为主做工是何等的喜烈！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谢谢你，我们就得着智慧。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有生命的分享，在服事当中，我们就得着丰盛的恩典。求天父你的慈爱、圣灵感动兄弟姐妹们，愿意委身来服事，得着信心加倍，愿意为兄弟姐妹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能够互相来扶持，互相来祷告，来经历神你的权柄带来是无比的信心与盼望。主耶稣，我们也看到在4月30号缅甸跟泰国这次很强大的地震带来很大的伤害，死的人数、伤害人数一直在增加。我们祈求天父怜悯，在国际的协助支援与缅甸跟泰国政府能很快的能就绪与安置这些无家可归的百姓，能够得到重视，能够妥善的照顾。我们线上恳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这个时候，我们一同来攻读启应文。诸天宣布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日日述说，夜夜传播，无言无语，无音无响。他们的声讯传遍人间，他们的言语远达天涯。上帝在天空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向新郎走出洞房，向勇士欢欣奔路。他从天的这一边出来，绕到天的那一边。他的热量普及万物，上主的律法完备，使人的生命更新。上主的命令可靠，使愚蠢人得智慧。上主的法则公正，使顺从的人喜乐。上主的训诲透彻，使人的心眼明亮。上主的规范纯真，永远留存。上主的判断准确，始终公道。他们比金子可贵，胜过最精纯的金子。他们比蜂蜜甘甜，胜过最纯净的蜂蜜。这一切使你的仆人深受警惕。仆人谨守，获益无穷。谁能看见自己的过错呢？求你宽恕我无意的过失。求你使我不至于故意犯罪。不容许罪恶支配我。这样我就能成为无可指责的人，免犯悖逆重罪。其身，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者啊！愿我的话语，我的心思都蒙你悦纳。我们献诗，我们请三光教会诗班。
了的你属于给他们个下巴达，你他的吧，无比那个一样的路吧吧呀。他们先留步哈，牧师介绍一下哈。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泰雅尔中会的这个三光教会的弟兄姐妹哈。我们可能会看到说怎么会那么如此阵仗啊哈？其实是亚瑟，我们的都在我们当中参与聚会的亚瑟，我举一下手好不好？亚瑟哈，他的家人呐哈，所以他都刚刚那边弹琴的是他爸爸。好，叫飞鹏长老哈，飞鹏长老。刚刚我问他说，他从小就开始学琴了哈。我说难怪哈，全家族哈一起用诗歌来荣耀赞美上帝哈，真的是感谢主。那三光教会的开拓的这个始祖哈，一开始的开拓哈，是爷爷好亚瑟他的阿公。好，所开拓的，好，所以也感谢主，他们是爷爷奶奶，好，奶奶在这边，然后外婆，好，那他的外公前阵子因为跌倒，哈，那亚瑟也一直在为他阿公祷告，那还有妈妈，哈，亚瑟的妈妈，还有叔叔，舅舅，好，舅舅，还有叔叔，好，他的妹妹，这是亚瑟的妹，还有弟弟，他弟弟在那边，好，国小6年级啦，哈。那也非常欢迎他们哈，今天跟我们一起参与聚会跟敬拜。待会牧师讲完道哈，后面还会有2首的诗歌。那他们从这一次礼拜5，他们就下来从新竹哈下来高雄，住在亚瑟那边，他们每天都在练习。好，那我觉得今天我们也非常有荣幸可以分享听他们分享这些歌曲。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他们哈。好，谢谢，请坐哈。感谢主，
谢谢他们有很纯净的声音来带领我们做礼拜哈。接下来我们来唱圣诗第4首，新圣诗天下万国众人，天下万国众人着听，请咱起立吟全首。万国人着听，大家真情归厝免惊，地上万类同心合神，上帝导引应该敬拜，全地福神真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天顶自在嘅大宽明，地理万邦只将冠冕，全地顺通，福世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全地福世。真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贫贱富贵无分地位，福世上帝阿罗拜跪，众人隆重齐声吟诵，以名尊贵应该敬奉，全地福世真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主的公义永远不变，众人感情无也无损，历代圣徒全部人赞，主的功劳奇异伟大，全地福世真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请坐。这是咱来看消息通知。咱下周的服侍当中，请咱第一来看咱下周的服侍。这是咱来看消息报告。第一，今日欢迎泰雅尔中会三光长老教会有10位兄姐前来本教会聚会献诗，因此今日台语跟华语合并礼拜，请继续为三光教会建堂的工作来关心代祷。第二，今日会后小组聚会照常，请兄姐们踊跃参加。第三，每周四提摩太牧区同工会议改为隔周召开，请牧区同工留意。第四点，本会社区事工开设疗愈小生活园艺课程将开始，日期是4月11号到7月4号，一共有12堂课。时间是在周五下午2点到5点，材料费是1000元，欢迎兄姐邀约朋友邻里朋友一起来参与。那详细内容请看公布栏海报。目前名额只剩下4位，要报名的即将截止，有意愿的请尽快向毛淑会长老来报名。第五，4月27日台语礼拜11点到12点。举行社区卫教讲座，是从大肠癌防治看医疗文化，欢迎兄姐邀请亲朋好友邻里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学习，活出健康生活的知识。另外，主日华语礼拜暂停1周，请兄姐们留意。第六，为制作5月11日母亲节主日回顾影片，
即日起开始征集1到2张的照片，自己跟妈妈或最想感谢的人的合照，并且提供姓名、拍摄地点，还有想对他说的话，缴交照片或是传送给黄子安弟兄。我们截止日期是4月27日。第7、4月份寿星，4月1号是范刘美美姐妹、潘美菊姐妹；4月2号是许玉成姐妹；4月8号是高怡柔妹妹；4月14号是吴伟苑牧师；4月16号是王宗柏牧师；4月27号是毛淑慧长老。我们底下是奉献明细，我们自己看，如果有错误，可以跟会计来更正。接下来，我来读，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记载使徒行传4章29节到31节。我用华语来读一解，台语来读一解。当主啊！着感谢遐个人的强悍，互你遮个奴仆会当好胆讲你的道理，照你圣的奴仆耶稣的名来行。基督说自集的所在大震动，众人拢受圣神充满，好胆讲上帝的道理。愿上帝祝福听咱伊话语的人。这是咱请青少年林宗兰。泽恩用华语读一解。使徒行传4章29到31，他们恐吓我，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迹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是请小朋友。好，我们邀请所有的小朋友哈，还有主日学的老师、青年，我们一起到台前来。好，我们一起来为他们做祝福的祷告啊！来，哇，泽恩、乔恩哈，一起祷告会做欢喜的哦哈。好，来，这次我们一起来带领这些小朋友、青少年，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来，我们一起为他们做祝福的祷告。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起用敬拜来服侍你。让我们在赞美里面领受神你丰盛的恩典。主啊，我们要再一次将这一群孩子、青少年摆放在主你的手中，愿你圣灵来充满他们的心，保守他们的心，能够成为神你所重用的仆人。谢谢主，你教导我们，凡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人，这人变为有福。愿你透过这些老师，还有每一个家长的陪伴，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带导，让这一群孩子能够在他们生命当中领受神丰盛的恩典跟真理的话语，让他们学习主的道、主的真理，让他们一生蒙福，能够在主面前、在人面前都能够成为做光做盐、荣耀神的基督徒。谢谢你，我们成为蒙恩的百姓，是你所喜悦的。愿你亲自来引导我们这群孩子，在平安和长大当中去领受神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祈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上帝祝福你们。好，不会客气。好，感谢主哈，今天有这个小叔的2个孩子哈，他们也是中国籍的外配，那还有语会的同学，同学叫依晨哈。依晨他来到教会以后，他说：“哇，好开心哦！”他说：“怎么有那么好的地方啊？”我就说：“你同学没有早一点约你来吗？”
他说，是有啦，只不过在那过程当中，我觉得感谢主，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有他奇妙的时间。那感谢主，今天我们大桥教会真的，我们建堂以来真的好像第一次我们来到这边3年了真的第一次是合并，然后人那么多的。感谢主，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掌管我们生命，掌管一切万有。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依靠神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在你的心意里面能够成就大事。恳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透过祷告的学习，透过亲近你的领受的真理，让我们享受到神你丰盛的祝福。感谢你赐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让我们无论身处在何地何方，我们都能够亲近神，透过祷告来相信神你的救恩一直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为主而活，为主而站立，在这片土地上为教会、为国家、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生命来守望祷告。求主赐福给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神的大能，让我们的信仰不再只是单纯的知识，也不是我们口中的言语，乃是从我们心里面，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神所喜悦的。我们不仅能够听得懂、明白神你的真理所教导我们、对我们所说的话，也让我们的心能够打开，再一次从你的话语来领受真理，能够对抗这个世代所遇到的瓶颈跟困难。我们没有害怕，我们能够为主而站立。谢谢主带领今天山光教会弟兄姐妹与我们一起同心的敬拜，无论是用任何的语言，我们的心依然刚强站立，喜乐的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圣经里面对城市有非常多的叙述，那特别在圣经里面呢，讲到一开始的这个城市啊，是一个堕落的城市。我们知道有巴别塔，有什么？有索多玛，甚至什么俄摩拉。这个也是该隐该隐的后裔所造成的混乱。所以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呢，我们从11章第5节到第9节，耶和华他下来查看人建造的城跟塔。耶和华说：“看啊，他们同属一族，都用同一种语言，现在就开始做这样的事。如果继续下去，他们会为所欲为。来吧，我们下去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语言不通。”于是耶和华把他们从那里分散到普天之下，他们便停止建城了。因此人称那城为巴别，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了世人的语言，把他们分散到普天下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现在的世界已经开始做很大的改变。你会看到3月，刚刚这个更正一下，是3月30号，不是4月30号。我刚刚想说预言的哦，但是可能是刚好出错了，没关系。重点是我们从这一次所发生的大地震里面，这个城啊，人所建的城会垮，人所建的城会倒啊。我们也知道昨天新闻，现在前天开始有报道，英国他们开始，中国在那边建立一个叫做中国超级大使馆。为什么叫超级？我去了解过他们所购买2018年他们在那边购买一个叫做皇家铸币厂啊。这个铸币厂呢，是他们现在的中国大使馆的10倍啊。他们正在进行把这个地下挖一个大洞，建造许多的这个套房啊。然后呢，有许多的个民运人士，他们已经发现中国已经开始在做大规模的监控的中心了。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把他们的人或者是有意见的分子，他们抓来以后就会怎么样，放到那里面了？有没有可能？
我们都知道有可能哦。所以你会发现，人所建造的城，往往如果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如同圣经里面所说，上帝怎么样？会知道说，如果继续下去，他们会怎么样？为所欲为。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圣经里面诗篇107篇1到8节说，要感谢上主，因他至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所救赎的人呐、要重述这颂赞。他救你们脱离仇敌的手，从东西南北，从各国把你们领回来。有些人迷失在人烟绝迹的旷野，找不到路，好往可居住的城邑。他们又饥又渴，一切希望都断绝了。在急难中，他们求告上主，他救他们脱离祸患，他带领他们走直路，直到可居住的城邑。他们要感谢上主的慈爱，要称颂他所做的奇事。各位弟兄姐妹，诗人他特别写道，人如果没有居住在城市里面，好像怎么样，也是一种坏事啊。所以他特别也强调，其实城墙、城市也是重要的一环，也是保障一个人、保障一个人他的生命会当得到安全、得到平安的所在。所以兄弟姊妹，城市、城市在圣经里面，它可以代表的是人的私心、欲望，但也能够成为保护人、彰显神荣耀大能力的一个地方。希伯来文它对城市叫耶尔，它里面有谈论到这个城墙代表的是能够更安全、更稳定，而且能够抵挡外敌的。所以我记得我们教会3年前要建堂的时候，我们曾经在这个大桥里活动中心大家每一天、每一个月份，大家都在期待主啊，为我们预备一个迦南美地，一个圣殿，可以聚会的地方。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大桥里活动中对，大桥5街116号我们看到这个嘉伟礼拜2参加聚会的嘉伟，他住在对面。我第一次问他的时候，他说：“哦，你们这边是豪宅啊。”我跟他说我们这边每一个人大家都非常辛苦建造这间教会，因为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是辛辛苦苦，能够把奉献的钱来奉献为主所用。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牧师用一个主题叫做在城市当中建立祷告的殿。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在神的教会、神的殿里面，到底我们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生活，我们如何在为主建造属神所喜悦的城市、家庭跟教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明白现今的社会、国家、世代、环境，我们怎么样在影响我们人与神的关系？有没有可能？有。第一个，快节奏的生活。快节奏，什么是快节奏？每一个人每天早上起来为了生活，有没有？工作，好像我现在为了孩子，刚刚好每次我的孩子只要一进教会，我就要注意他们有没有守规矩啊。可是后来我发现我管不了没办法了。甚至我的乔恩那个最小的他四处走，甚至连思维这个以前传统的教会你那囡仔你袂使爱喝搞，我说唔免安尼啦，让他享受在主的圣殿中享受平安就好了。各位弟兄姐妹，现在的世代是一个快速的世代，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生活当中都在忙碌，可是我们是否愿意能够静下心来，能够好好的祷告，读神的话语，让我们的心里面从神的话语，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拉近，而不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工作、生活的快速的脚步而怎么样打乱了我们与神的关系。第二个，像我们今天我们有多元文化的什么聚会，对不对？多元的文化会影响我记得我在跟我们的同工这个礼拜2周间的聚会，在跟这些青少年我跟子安花很多时间，我们都在讨论，包含子安跟子轩，他们每一个礼拜2，他们都时常陪伴这些年轻人，他们会抽烟他们也会有不好的行为他们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行为反应怎么办？要排斥他们吗？
要与他们有距离吗？我告诉他们，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何能可以领受神的恩典，是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神爱我们，拣选了我们，我们就有义务、有使命，要把神的爱怎么样分享出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现在的许多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都不一样，这个都是属于多元的文化的一种。但是我们怎么样帮助每一个世代的人，在多元的影响下，我们如何帮助他们回到信仰的里面，跟神的关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现在台湾正在经历的一个最巨大的变动，叫做什么？自由民主宪政的行动啊！所以你会发现，你要不要行动啊？你要不要？参考就好了。好，让那些有能力的人，让那些有冲劲的人去做就好了。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在主的爱里面，我们是有行动力的。在主的爱里面是有行动力。我们的主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尽心尽力的爱主上帝。我觉得一个基督徒不能对自己的所生存的环境，对自己所身为台湾这片土地的台湾人，没有用心的祷告，没有用心的行动，这些都是错误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昨天我看到一则影片在花莲我记得在我们当中那个张岩张岩是寿丰乡对不对？秀林对，我们有看到这个新闻媒体有报道某一位这个花莲王对不对？好，他在秀林乡还有寿丰乡，他们做什么事情？他特别发放这个什么叫做振兴券奇怪，我就在想，全台湾都没有我们有说振兴券吗？没有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振兴券？因为我们穷，因为我们需要，所以你发给我很好，是这样吗？我看到的时候，我的心我会觉得，这些原住民朋友，不要把你们的格调怎么样，被这几千块怎么样收买了。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要为这片土地看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为这片土地祷告。各位弟兄姐妹，多元的文化不断的在挑战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信仰真理。第三个，我们要知道变动的价值观。婚姻现在台湾是什么？有没有这个同性的婚姻？有没有？这个都是什么？价值观的改变不要小看这些问题道德、诚实、公义的标准都已经被这个社会不断的在打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今的初代的教会，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就是在谈论这个问题。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如何在这个城市能够为主建立一个祷告的地方，让上帝的国度在台湾这片土地，在我们大桥里，在我们大桥教会能够彰显神的公义。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牧师带领大家一起来看这段圣经节，是初代教会彼得、约翰，如果有机会你去看使徒行传第3章，他们发生的某一件事情，就是彼得、约翰他们因为医治瘸腿的人，在所罗门走廊宣讲救恩呢。他们在宣讲救恩的时候，被公会胁迫带走了。你要知道，这个公会是什么？是国家，当时候罗马政府，就如同现在我们台湾，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受到政府的逼迫，受到国家的逼迫，这些都是当时候初代教会他们也在同样面对的。可是今天的圣经节告诉我们什么？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各位弟兄姐妹，他说求主鉴察。我不晓得我们在祷告里面有没有在时常祷告说，主啊，求你让那些逼迫我们的人除去他们吧，消灭他们吧，
甚至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抵抗他们吧。我们有没有时常跟神求说，主啊，让我有刚强壮胆的心呢？有没有？这个祷告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哦。我们大部分的祷告是祷告神能够挪去，能够排除那一些人啊，不让我们眼不要去看到他们。我觉得这是一种消极的祷告。我觉得我们的祷告需要求神给我们怎么样？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信主，得着刚强的力量。刚强的信仰生命才是真正信仰成熟的生命，是能够把你的困难交托给上帝的生命，而不是祷告神说，主啊，让那一个人挪去，让那件事情不要再搅扰我。不是这样的。我非常喜爱有任何在生命当中遇到的困难，当我的生命遇到挑战，当我的生命遇到瓶颈的时候，我都非常感谢神，因为我都看见了神要再一次让我的生命更加的成熟卓越，能够为主刚强做事。所以我也跟这个我们的亚瑟同学哈，你知道牧师牧师给你挑战知道吧？他知道，私下再问他，我不在这边说哈。重点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急需要很大的挑战，因为当这个挑战我们扛起来了，我们就有办法成为神所要重用的人。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人，就可以成为蒙恩的人了。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刚强的人，他没有办法去领受更丰富的恩典。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上帝救我们的生命一定有他奇妙的旨意。所以圣经里面使徒行传我们今天所看圣经节说，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要为主传主的道。这里讲到说，祷告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神的道能够去得到传扬。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瓶颈、遇到逼迫，不是让我们跟神求祷告说，我这样代志无啊，该过了，这件事情我已经解决了。但我们就单纯的自喜，欣然自喜，可是我们却没有任何的行动。我们反而应该要因为自喜说，感谢主救了我的生命，我要继续为主而活。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教会从4月份开始，我们有华语礼拜，我们甚至4月26号，我们有大桥这个家庭辅助的这些大桥新生、大桥国中的新生迎新活动。我邀请大桥国中的校长一起来参加这个参会，然后来关心这一些需要辅助的这些孩子，然后让他们不仅走入教会，也让校长有机会认识到教会在做的工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放胆传什么道？传救人的福音的道了，救恩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透过一些方式，从跟人的接触，让他们明白基督徒在做好事。做好事可不可以输人家？这好代志别当输人啦。但是我们做完好事，我们要让人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所以我期待你也能够得着这份救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明白，他们恐吓我们，但是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传讲你的道，后面又说一面伸出你的手来怎么样医治疾病。我们要传主的道会不会有困难啊？有啊。主啊，我不会讲话。主啊，我不会像他们很会诗歌的赞美。主啊，我没有热情。主啊，我有很多的困难。我们可不可以求主医治？可以。我们求主医治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我们要奉主的名，主啊，医治我，医治这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能力就会带出来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祷告的能力真的圣经里面都已经在教导我们，不用怕祷告。我们照着圣经里面的故事，照着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一样可以。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不仅仅是得着身体的医治，
我们也要有属灵生命的复兴跟拯救，来显出上帝的能力跟权柄。最后，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会怎么样？震动。什么是震动？真的震动吗？会。怎么震动？就像今天三光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唱歌下去哈，虽然他们唱的都一样呢，都好像在圣诗呢，可是他们的心是火热的，那个和声啊，哇，我的心好感动。我一开始他们练习的时候，我就走到子安的旁边，子安好好练琴，以后也能够看到你们全家哈，一起。然后今天就看到子轩哈，他就拿起了吉他，因为热情被怎么样？被渲染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聚会的地方要震动，不是那种建筑物在地震啊，不是的，是好像每一个人都欢喜快乐、欢喜圣灵充满的那个能力，而传讲出上帝的道，叫做救恩的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师不是说安静的聚会不好，牧师也不是说庄严的聚会不好，不是。牧师要说的是，我们的心要火热。当我们愿意从神的恩典当中，从神的救恩里面得着盼望，我们就要带出能力来。所以放胆的传讲神的道，自然就能够将救恩的能力在我们身边周遭将福音传递出去。所以我们从初代教会的门徒，从他们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聚集在一起祷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也有高雄的惠民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只有20几个弟兄姐妹哦，他们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他们的牧者，他们希望求到一个牧者能够带领他们，神也为他们预备哦，他们也买到了一个还比我们还大的地啊，可是他们需要经历的那个还款也好，建堂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真的，我看下来，我就觉得我们40几个人他们是20几个人那个信心哇，真勇敢啊！但是我们不是因为这样在做比较，我们反而要为我们的肢体彼此代祷、关心，未来有机会我们也要为他们奉献，因为我们也从神那边得着许多的恩典。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从今天的圣经节带给我们3个重要的：祷告带来刚强的胆量。祷告带来自然的医治跟神迹，祷告也带来神的同在的震动。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行走在旷野当中，碰到亚玛力人。亚玛力人他们是圣经里面旧约你只要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对抗的都是亚玛力人。当他们在对抗的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起来征战，他目标很清楚要打这个仗要怎么做呢？以色列百姓的仇敌要杀害他们，他们必须要怎么样？摩西的策略方法就是：约书亚，你去打仗执行，我带着亚伦跟户尔，拿着上帝的杖，怎么样？在山上祷告。如果他的手掉下来，就怎么样？就会输了；抬起来就怎么样？就赢了。各位弟兄姐妹，教会如果不祷告，教会如果没有透过祷告的团队的建立，牧师也会倒啊！不是牧师想做，大家就可以做得好呢？没有呢，是要各位弟兄姐妹，甚至在家庭里面，不管任何你有什么样的声音啊，把它放在祷告中，求主怜悯。我们一起到牧者的面前，到牧师的面前，我们一起讨论，我们一起分享，一起调整。让教会能够建立一个祷告的地方。当我们去打仗，目标明确，有团队，我们对上帝、对彼此委身，这个仗会不会赢？会赢啊！台湾所经历的事情会不会赢？也会赢啊！所以神的心意是要在他的城市，能够让我们要成为为主做光做盐的基督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学习更多的祷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学习彼此扶持。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们一起学习彼此扶持。第二个，我们继续说，我们需要为城市与国家祷告关怀的行动。注意我们要祷告为国家，为现在
台湾正在面对民主宪政的动乱，我们要祷告，好，要行公义的事情。第三个，我们需要建立祷告的祭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宣告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属神的百姓，我们都要为此好好用心。在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很重要的，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说：“我又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求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所为主所做的工。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掌管万有，你的手没有离开我们。今天我们透过使徒行传的经文，我们看见初代教会如何在逼迫当中，他们齐心祷告，经历圣灵的充满，甚至得着放胆的能力跟力量，能够传扬福音，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也要得着这份能力，医治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带出能力，靠着圣灵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主为我们的城市，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生活工作的环境，我们献上恳求。当我们面对新的环境的时候，我们都恳求神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齐心用祷告来经历神的大能，为要能够让我们的能力彰显神的作为。恳求神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位进到大桥教会的弟兄姐妹、青少年朋友，愿主你赐给他们智慧，让他们明白生命的真理，晓得如何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主你所赐。愿主你能够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你，乃是你先拣选了我们。愿主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也感谢你透过三光教会弟兄姐妹的侍奉分享，也看见神你的美好的恩典。祝福这个家族，祝福三光教会在他们建堂的工作上能够一样的荣耀神。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时候我们再次邀请三光教会的诗班来带给我们2首诗歌。当点名的时候，主耶稣降临那日号角必要高声吹起，那条人有月光会灿烂无比。而世上不久的人贼在那边热闹相会，在那边点名我屹立在其中。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必到，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必到，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一定在其中。凡信主我是的人，那日早晨必要复活，与基督共享复活荣耀快乐。蒙召得胜的人都必在空中与主相会，在那边点名我一必在其中。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必到，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必到，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
接下来这首诗歌是我自己创作的一个短短的诗歌，也希望神与大桥教会所有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一同经历神的同在。来到神的面前的敬拜跟奉献，我们都能够预备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成为神所喜悦。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样唱哈利路亚，用一切颂赞来归给我们的神。宣告的祷告，我相信万物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收束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亲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咱犹原徛咧，我们一起来唱颂荣的诗歌，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行圣神三位一体，在地地现在地地，将来也永远地地，无穷无尽。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充满，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使我们在这世代刚强壮胆，建立祷告的祭坛，真实的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来兴旺神救恩的国度，荣耀上帝的名，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请做默祷。平安，咱互相请安，咱搁一摆。感谢多谢，欢迎因啦吼，欢迎因未来有机会嘛
较接来的啦哈。嘛有机会，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有机会在他们建完堂，我们可以去新竹哈，咱讲野外礼拜，来新店哈，来吹音啦哈。好，谢谢你们。今日咱嘛招待因第3楼的所在用餐了，因较离开哈，多谢。